繼續來關心食安的問題。在屏東呢，有家長是投訴講，因的囡仔在補習班已經連續2天，伊的點心攏是過期的豆花。這囡仔人有當場甲老師反映，也毋過老師煞回應講，這甜的是無要緊的，引起家長真大不滿，甚至閣發現講，這補習班內底的冰箱，甲一個食剩要倒掉的，也閣有下當食的物件，攏甲囥做伙。目前這縣府衛生單位甲教育處攏已經介入處理。他就不承認，直到我跟他說，我女兒把豆花帶回來了，我可以拍照給你看。李小姐講，囡仔3月18日補習班摕到14號到期的豆花，當場有甲老師講，老師煞應講甜的無要緊，想袂到過工19，囡仔竟然閣摕到同一批過期的豆花，因為唔敢食，就早轉去厝摕互家長，引起家長非常不滿，找警議員陳情。因為孩子呢送到補習班去，其實就基於一個家長的信任，我認為孩子不是實驗品，所以不應該任何來路不明的東西都不應該給孩子吃，更何況是過期的食物。他們自己也有說，他們冰箱是跟廚餘，就是一般點心跟廚餘是共用一個冰箱，然後廚餘放在第3層，其他2層都放小朋友的點心。對，但是我覺得還蠻噁心的。李小姐講，當下向補習班反映，補習班一開始講無發豆花是惡謠，要不就是講可能是囡仔摕唔到去。後來甲過期的豆花翕互班主任看，佮去調監視器來看，補習班才承認是因的過失。班主任表示，因有向家長回示咧，以後會注意食品的日期，加強管理。其實我們第一時間都有解釋，可是家長不接受，就是說我沒有跟他道歉。食品或食品添加物逾有效日期，不得製造、加工、調配、包裝、運送、儲存、販賣。違者依統法第44條規定，可處新台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。縣府衛生局接到通報，嘛已經到補習班稽查，是無發現有過期的點心，針對噴水甲食品囥做伙情形，有做行政調查，若有查到違規的狀況，會依法開罰。記者柯秉哲，屏東報道。